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5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马斯克，聊一聊特朗普。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塑料情啊，终于破裂了。友谊的小船呢，说翻就翻了。当地时间周三，特斯拉 CEO 刚刚卸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的马斯克，加大了对美国特朗普总统力推的大规模减税法案的攻击力度，声称该法案将使美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并敦促立法者扼杀该法案。这个马斯克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多个帖子，比如说说打电话给你们的参议员，打电话给你们的国会议员，让美国破产是不行的。马斯克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写道他说应该起草一项不会大规模增加赤字，也不会将债务上限提高5万亿美元的新支出法案。美国正走在通往债务奴役的快车道上。马斯克对特朗普这个推出的这个大而美法案，咱们叫美丽大法案猛烈的抨击始于本周二。当时他痛批这项法案令人作呕。从那天开始到现在，马斯克已经发布或转发了20多个帖子，要么明确批评该法案，要么就相关问题发表评论，比如美国的债务规模。就在上一周马斯克刚刚离开特朗普政府，特朗普还在他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为马斯克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虽然很简短而且在那个仪式上，马斯克被人发现他的眼眶好像有淤青马斯克说这是他的儿子打的，他们在做游戏的时候。当然这个大家爱信不信也就是在那个会上，特朗普给马斯克发了一个金钥匙。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就是白宫对吧？你马斯克想来就来，这个金钥匙就是开白宫的这个大门的那就象征着只要特朗普当总统，马斯克可以随便出入白宫。但是这只是象征也就是说特朗普在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的时候，还尽量维持体面，显得他们俩是友好分手。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呢是没有办法隐藏。我为什么最近没有这么聊特朗普和马斯克呢？是因为我看到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记者采访的时候，他都已经多次公开表达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你比如说他在接受那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不想公开反对美国政府，但也不想为政府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他也知道政府效率部很有可能为美国的这些乱象要背锅，也就是成为替罪羊。所有的裁员无论是真是假最终都会怪罪到政府效率部头上，也就是这个锅恐怕由马斯克来背但是马斯克说了他不想背就像这个马斯克的这个采访大家自己去看但是由于这个特朗普这边一直没有回应，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特朗普跟马斯克就直接就开撕既然他们没有开撕对吧，我们也不清楚他说他们俩矛盾到什么程度了。那现在马斯克攻击这个美丽大法案呢，那是炮火越来越猛，甚至号召他的粉丝，号召这些美国人打电话给众议员给参议员阻止这项法案，这个火药味就越来越浓了。6月3号马斯克批评特朗普的这个法案美国的记者就此向这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提问。这个莱维特冷笑2声，说特朗普总统早就知道了。华尔街日报说昔日盟友翻脸，马斯克狠批川普政策，川普发文反击，疑似送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特斯拉 CEO 马斯克的关系近日急剧恶化，曾是竞选期间亲密盟友的两人，如今公开交锋。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对马斯克失去耐心，部分官员担忧双方关系恐将破裂。马斯克面对媒体以及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些表现不断对吧，加大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力度，甚至还号召对吧反对特朗普的这个法案，用实际行动这个激怒了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或许不想忍了，忍无可忍。说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对于马斯克这种突然升高的敌意感到不解。在过去4个月中，马斯克曾参与政府效率事务，被视为准内阁成员、关键顾问，但如今却选择公开批评，令特朗普团队措手不及。那只能说明特朗普这个团队但水平比我要差呀。我这个一个在1万公里以外的对美国还不是特别关心的一个人，都知道马斯克和特朗普迟早要翻脸。怎么
特朗普那么的智囊，那么的高参，居然意识不到这一点，那只能说明他们水平比我差呀。华尔街日报说啊，他说更令局势复杂的是，白宫近期撤换国家航空航天局，舒展提名人选，放弃原本呼声很高马斯克在航天领域的盟友亿万富翁艾萨克曼。外界普遍认为这一人事变动激化了马斯克的不满。有白宫内部人士指出啊，马斯克私下抱怨自己为特朗普选举捐款数亿美元，最终却换来盟友被边缘化。这一情绪很快反映在他的公开言论中，他多次在X 上，就是原推特啊，是反对川普政府的减税、关税和财政扩张政策，甚至呼吁选民追杀法案，就是杀死比尔呀，并威胁要组织支持者在选举中阻击那些支持预算案的共和党议员。特朗普方面也做出反击，说上周啊，他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写道，马斯克本周起离职，暗示其已被清除政府圈。有消息称，白宫甚至为马斯克安排了一场欢送仪式，说地点在象征权力核心的椭圆形办公室。尽管双方表面关系和谐，但内部早已裂痕不断。知情人士称啊，特朗普团队对马斯克公开开火感到失望与不安。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坦言，特朗普会原谅人，但不会忘记被羞辱。当前还无法判断两人是否还有恢复旧情的可能。此外，特朗普阵营的内部也对马斯克离开政府后更激进的发声感到忧虑。有幕僚建议共和党议员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感谢马斯克，试图缓解紧张氛围。当然了，这个冲突的导火索啊，表面原因还是特朗普搞的这个美丽大法案。白宫官员呢指责马斯克只关心自己经济利益，无视国家整体财政目标。关于这个马斯克啊对这个美丽大法案的态度啊，这共和党的议员啊挪用马斯克抨击该法案的时机，说马斯克你早干嘛去了。4日，反对特朗普税改法案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克兰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马斯克表示减税法案令人作呕一事，直言马斯克为什么不在法案出台前就发表意见。面对马斯克反对炮轰这个特朗普的美丽大法案，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在记者会上说他说他昨天给马斯克打电话，马斯克拒接，他还打电话解释想希望马斯克支持，结果电话打不通。约翰逊说特朗普对马斯克180度大转弯感到不爽。这个艾萨克曼他对记者暗示他说特朗普是因为他与马斯克的关系而撤销了他的 NASA 局长提名。马斯克与华盛顿闹翻之际，特朗普撤回了对艾萨克曼的负责人提名，因为他与马斯克关系密切。这么说的话，马斯克想在这个航天局安插自己的人没有得逞，这个恐怕也是他跟特朗普闹翻的原因之一。马斯克和特朗普政府这种矛盾和冲突，表面原因是美丽大法案引起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美丽大法案到底是什么东西。特朗普力推的税改法案，一个大而美的法案，也简称美丽大法案仍在美国参众两院闯关。但随着法案文本的公开，财务纪律废弛之外的更多惊吓内容被发掘出来。5月22号，该法案的美国众议院以215票对214票微弱优势惊险过关。目前法案还在参议院审议，众议院通过的版本有1000多页，这个法案就有1000多页。这1000多页里面隐含的一项条款被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发现，因其波及面广、杀伤力大，正被全球投资界密切关注。就是里面隐藏着一个条款，就那么一条，杀伤力非常大。那是哪一条呢？说该条款名为899条款。目前市场认为如果该条款最终变成法律，可能会导致非美投资者在美投资获得的收益面临高额税收，个人到机构投资者再到各国央行恐无一幸免，而这将引发资本流出美国的压力。具体而言，新增899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被认定为实施不公平税收的国家采取加征税款的反制措施。所谓不公平税收主要针对以下3类税收政策：少征利润税、
数字服务税和转移利润税。此外，不公平外国税还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认为具有治外法权或歧视性的任何税收。也就是这个他搞了一个叫什么不公平税收。这个不公平税收也包含3个方面，一个是少征利润税，一个叫数字服务税，一个叫转移利润税，还有财政部长的一个特权，治外法权呢，叫歧视性的任何税收。实际上，根据这个毕马威的统计截至2025年5月13号，已有30个国家实行了少征利润税，包括澳大利亚、大多数欧盟国家、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英国，并且到2025年2月21号，有7个国家，包括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被美国认为采取了数字服务税。澳大利亚和英国被认定采取了转移利润税。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如果也要实行这个所谓的不公平税收、少征利润税、数字服务税、转移利润税的话，它就会导致就对美国来说，外资就外流，人家不在你投资了，因为你要在现在的基础上你要加税虽然这个税在别的国家已经开始收了，数字服务税好像欧盟也在开始收嘛，但是你美国你要加的话，对吧？你也收不就是加了吗？那人家考虑一下，对吧？在美国的投资人家就会撤走。你有加税的权利，那别人就有撤走投资的权利。你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养老基金就已经对899条款表示关切，因为美国的医药公司反对澳大利亚采取的医药补贴计划，也就是不公平税，那就有可能美国要对澳大利亚的养老基金在美国的投资要加征不公平税，那澳大利亚的养老基金它就有可能减少在美国的投资，就这么简单。实施不公平税收政策国家的政府机构在美国的收入也将失去税务豁免，这意味着各国央行和财政部不能幸免。考虑到美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海外持有人为全球各国央行和财政部，新增899条款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比如说印度，对吧？它就持有很多美元这个国债那你现在要对这个要征税，它肯定要征税的，对吧？特朗普这次关税的矛头就直指印度搞来搞去都是绕来绕去最后指向都是印度，当然了是东印度那根据花旗的一份报告若某国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歧视性外国国家，与其相关的实体或个人将面临税率大幅提高。美国来源的固定、可确定年度和定期收入，如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可能升至最高 50%， 分支利润税、不动产处置税等税率同步提高。怎么理解呢？就是加州老师在美国的那个小房子也可能面临着征收高额的这个税。你要从这一点上理解的话，加州老师痛恨美国那是也有道理这回要给他加税了嘛。花旗这份报告称，新增899条款可能引发新一轮国际资本税收与金融战。无论这场贸易战的节奏如何变化，大方向是明确的。根据高盛的一份报告，2023年以来，外国人购买美元资产以及美国人购买外国资产趋势形成明显分差。在当前这个时点，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投资体量正处于高位，这些资产目前都暴露于潜在的899条款的风险之下，那也就是要征收高额的不公平这个税收。也就是说，如果899条款真的在参议院通过，那就美国的外资就要撤离，也就是资本要外流。除了对海外投资者带来税收负担加重的影响，对于美国以外的非金融企业，也就不是投资这块的一样可能面临税负增加。根据普华永道的分析，新增899条款将提高某些国家双边税收协定的优惠税率。例如，税收协定规定特许权使用费可适用于10%的美国预提所得税率。899条款实施后第一年将特许权使用费从10%提高到15%，此后每年递增5%，最高比常规税率高出20%。根据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测算，899条款将在10年内为美国财政预算增加1160亿美元的收入。目前美利大法案正在参议院闯关，特朗普希望美利大法案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日之前能够在国会两院通过。简单点说也就是美利大法案它对外国人的影响那还是比较大的。那马斯克为什么
称这个美丽大法案令人作呕呢？会导致美国破产？这个当然会涉及到马斯克自身的利益啊。但是我认为啊，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导火索。马斯克只是选择这个时候向特朗普说不，而且啊，采取了实际行动，对吧？呼吁他的支持者去给这些参议员施压、国会议员施压，阻止这个法案的通过。这个让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的暗战呢，就相当于公开化，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由口水变成了砖头。一位白宫官员周三晚些时候告诉媒体啊，他说，尽管马斯克对特朗普税收法案反对立场已经非常明确，但他公开批评该法案对白宫而言是令人不悦的意外。这位官员表示，特朗普对马斯克失望多于沮丧，并补充称，特朗普总统支持该法案，并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其通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马斯克之所以公开反对该法案，部分原因是该法案削减了对特斯拉有利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报道还称，马斯克曾试图在130天的法定任期结束后啊，继续以特殊政府雇员的身份为特朗普工作，但遭到白宫的拒绝。这个说法给人感觉啊，马斯克对权力已经上瘾了，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对吧？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啊。报道还揭示了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另外2个冲突点。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马斯克让联邦航空管理局使用其星链卫星系统的想法，并撤回了马斯克倾向的局长人选提名。应该有很多网友还记得啊，在去年啊，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以后啊，然后他们在海湖庄园举办的那个庆祝活动，马斯克带着他的儿子，对吧，在那儿受到这个全世界的关注啊，备受瞩目。特朗普在他的大家庭的合影中啊，特意把马斯克和他的儿子拉进去。当时咱们就调侃说，马斯克是叫一字并肩王，马斯克春风得意啊。特朗普呢，当然是更是洋洋自得。我记得我当时在节目里面就说了，特朗普和马斯克迟早要翻脸，他们俩人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理由比较简单啊，因为我啊对美国不太了解，我也不太关心，但是就是大体上看一看，特朗普能够获胜呢，也很多人应该比我懂啊。因为特朗普获胜，他的基本盘，对吧，是铁锈区，是红脖子，有点类似于印度的这个小红啊，我只能说类似啊。而铁锈区红脖子，他们的代表就是万斯，他们的口号，对吧？当然特朗普的口号也是这个，叫让美国再次伟大。所谓的再次伟大，在他们的这个脑海里面，再次伟大就是回到他们父辈那个年代，也就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对吧？美国一个家庭啊，只要一个人上班就能养活一家3、4个孩子，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是蒸蒸日上，充满了希望。他们要回到那个年代。那为什么那个年代结束了呢？就他们认为啊，是因为，对吧，产业转移了，是某个国家把他们的工作机会给抢走了，他们心生不满啊。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分工发生了变化。你可以理解成美国啊，把它的低端产业疏解出去了。咱们不老用这个词吗？疏解、疏散，好的留下，对吧？那些苦活累活到别的国家去，高能耗、高污染的，美国只掌握什么呢？顶端，对吧？这个高科技还有资本。所以美国在这个主导的全球化啊，那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啊，美国华尔街资本，对吧？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硅谷这些科技企业，那都是赚得盆满钵满，而且美国的经济也在腾飞啊。美国的经济并不差，只是，对吧？那些靠制造业的那些人，日子就没有什么长进，而且看不到希望，他们是没有工作。美国的增长啊，美国的日子好，体现在那个少数精英分子身上，对吧？基本上跟铁锈区、跟红脖子没什么关系，他们很失落，对吧？我认为是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就打这种牌。而马斯克呢，他妥妥的是受益于全球化呀。当初马斯克在美国可是要破产呢，他那个特斯拉造不了几辆，也卖不了几辆。正因为全球化，对吧？他到上海一投资，马斯克的特斯拉不是起死回生吗？他能成为世界首富，跟全球化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或者有直接关系。特朗普多次说啊，特斯拉就是马斯克要回到美国来造车。关于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国的前驻俄大使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It is true that Donald Trump tapped into that anger in the Midwest with white working class voters, and he went to them and said, "You all stole our jobs." He didn't mean you personally, but he means your country. China stole our jobs, and if you vote me in, I'm going to return those jobs. That's not tru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ose jobs are not coming back.
they're not coming back. And I want to say, as an American,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world.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a world where you're standing in a factory twisting a screwdriver. I want better jobs. I want jobs that my kids will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 want the knowledge economy.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the 1950s. That to me is not a strategy for the future. That's a dream to go back to something that will never come back. 也就是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对吧？实际上就是紧紧的抓住了铁锈区、红脖子他们的这个心理。哎，特朗普现在搞的这制造业回流，对吧？这个关税、贸易战，他都是为了这个，你说取悦也行，你说满足也行，你说兑现他的承诺也行，是面对他的这些基本盘的铁锈区、红脖子。那这个是他做的越好，做的越坚决，推行的越果断，越不利于马斯克。马斯克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他的特斯拉销量暴跌，对吧？当他的特斯拉股价跌的时候，当特斯拉已经出现动议要把马斯克给他赶走等等啊，实际上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马斯克的利益。也就是说啊，马斯克和特朗普的矛盾呢，至少目前是不可调和的。特朗普要一直要持续的坚持要取悦于他的基本盘红脖子，还有这个铁锈区的人。那么特朗普就是要搞逆全球化，对吧？就是要脱钩，就是要加关税，就是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所以他们之间翻脸、分手，甚至开撕，那就是情理之中啊。现在唯一不好解释的就是马斯克这么聪明的人，他为什么要跟特朗普后面混呢？他明知特朗普是这样的人，对吧？他的理念，对吧？他要打这种牌，为什么自己还要往上凑呢？对吧？这个解释比较多啊。有人说马斯克是个理想主义者，马斯克是个真正的改革派，我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啊。但是我想起了张维迎说的，马斯克是一个商业奇才，对吧？是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从政的话，那危害性、破坏率都是非常大的。这是张维迎说的，我记得我还放过他的视频。因为政治就是政治，对吧？商业是商业，这是两码事啊。马斯克这130天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但是他后面他一定会尝到这个权力给他带来的痛苦，他要背这个锅，他甩都甩不掉。按照特朗普的性格一旦跟马斯克开撕，那么美国往后所有的遇到的困难、缺点、不好的地方，那都是马斯克造成的。美国往后取得的任何成绩、任何进步，那都是特朗普施政有方。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跟马斯克切割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曾怀疑马斯克削减1万亿美元是吹牛。该报5月30日刊发的报道爆料称，美国政府内部消息人士表示，关于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推行的联邦开支削减计划，特朗普曾在一次与顾问的谈话中问道：“这都是吹牛吧？”特朗普和马斯克的结合这场权力和金钱的媾和，彻头彻尾是一场闹剧当初显得有多么的亲密无间，往后撕起来才会更加彻底。好戏已经开场，大家敬请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